使徒行传第3章12节到19节。12节，彼得看到遐个人，就甲因讲：以色列人，恁是安怎对即项代志感觉奇怪？是安怎注目看阮？想讲阮是靠家己的能力，还是虔诚，互即个人起来行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咱祖先的上帝，已经互伊的仆人耶稣得到荣光。即位耶稣，恁甲伊交互官府。彼拉多决定要放伊的时，恁当场拒绝。恁拒绝迄位胜过公义的，要求彼拉多放一个杀人犯互恁。恁杀死活命的源头，就是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我迄位。阮是即个代志的见证人。对信靠即个名，就是耶稣的名。恁所看见、所捌即个骹歹的人，有得到气力。对耶稣所赐的信心，即个人完全好起来。即项代志，恁大家拢有看到。兄弟，但我知，恁甲恁的领导者安尼做，是因为毋知，上帝有通过众先知的喙预言伊的基督着受苦。即个代志果然应验啦，所以着悔改归向上帝，通互恁的罪得到撤销。